绿豆粉圆先炒顶配料做底，清冰较好抹，搁放上酸叶，上乌糖，一碗芳甜的酸叶冰制作完成。1、2、3。无情酸叶进入产季，台南市湾蔡友会举办义丢杯食酸叶冰比赛，看啥物人食较紧，前5名会当得到价值上悬3000块的礼品。芒果先吃，然后再吃冰，再吃料，感觉很不错。虽然台南酸叶的主要产区伫咧药剂，也毋过新营酸叶冰节活动已经20档，参加人数愈来愈多，成为在地年度盛事。这回除了准备5000碗的酸叶冰，互大家食免惊，更祭出总价值5万的无彩奖品。奖品上济，分数上济，5000分啦吼！只要你来到1点以前，互你食惊汤海，食了随摸大奖吼。这是阮今年的特色啦吼。今年受到气候影响，减产大约3-4成，不过口感芳脆以及品质无输往年，大力推广。当然，市长黄伟体嘛出席活动，希望协助各农行销。在这个时候，赶快行销，把通路打开更多，让更多人喜爱。那等到我们丰年盛产期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用怕没有销路，就不用怕农民的这个芒果价格很低。这届活动拄到风台天，也阁是有侪民众夜雨山前来，也阁有人一透早9点外就来排队，就想要食一碗酸甜好滋味的酸叶冰。不过黄伟体嘛提醒，酸叶冰爱食，风台天嘛爱注意。台南新闻收回采访报道。